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仔日咧，我要来教你去安怎 integrate tangent x dx。当要来算正极关数的积分，就是 tangent x 类 x。正极关数就偏偏正弦关数分予异弦关数。看到这款型的积分，就会想要用 u 置换来处理伊。设使 u 偏偏 x 的异弦关数，就知类 u 偏偏负的 x 的正弦关数类 x， 所伫类 x 偏偏类 u 分予负的 sin x， 把这两项放入去，分母的 cos x 换作 u， 分子的 sin x 甲类 x 内的迄个 sin x 取消，所得是负的 u 分之类 u。最简单，就是 u 取绝对值，搁取自然对数，搁先负值。因为是极微分，就添一个车。当爱甲 x 放倒转 ，u 是 x 的异弦，这负值刷去对数内底，就变做逆数。异弦关数的逆数，就是正卦关数。安尼就是正极关数的积分。